再来看，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哦，宜兰县是个继续得了大水雨。宜兰桥卡的停车场已经积水了，也毋过有车袂使走。部分市区甲农业道路嘛开始在淹水。公路局嘛宣布讲，台九顶线苏澳到东澳路段早起10:50开始，就袂当搁驶入去咯。县政府即马嘛甲灾害应变中心提升做立即开设。 宜兰河桥下卡停车场是出现积水，一寡车搬的链仔拢浸伫水内。警方统计，阁有11台车还未退离，持续通知车主。随着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宜兰县是持续在落大水雨。县府今仔日10点宣布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二级。 宜兰三星乡的车路淹水，民众讲是第一摆看到安尼。东山五街含转为地势较低的所在，车路含磅空拢淹水，紧急由封锁线，避免车搁弄入来。山区的车路台九线417.5公里处嘛有石头落落来，警方赶去现场处理。公路局嘛宣布讲，苏花公路台九顶线，苏澳到东澳路段10:50开始实施，敢若会当出去，袂当入来。甘蔗就会豆腐啊，就烂掉。哎呀，就会容易有腐烂的。 风台大水雨嘛影响到农民的工课，宜兰三星长下龙就烦恼讲，雨若一直落，长下龙会倒去浸甲烂去。代理县长林茂成过去关心长下龙，全国敢若宜兰风烈日雨量警戒区域，预测雨量嘛是全国上悬。三星长下上惊水，县府嘛会全力帮助风灾。天晴之后，可能要马上会同我们的公所、农会一起来做一个了解，赶快制作表格。那这个部分涉及到的一些损害损失，我们赶快来跟中央来呈报，尽可能的来争取相关的现金救助。县府表示，已经甲农民说明讲，等天气转好，日头出来，会含公所做伙去了解相关灾损，随甲中央订报，争取现金的救助，帮助农民来渡过难关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